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早排同一位年輕客戶喺算命結束後閒聊嘅時候，道基同佢講：我哋嘅出生年份雖然相距10幾年，但出生嘅日子非常相近，只差2日。萬料不到呢一隨意嘅一句，卻讓自己之後成為被訪者。年輕客戶聽後竟然精神為之一振，面容由原來嘅憂慮繃緊變得輕鬆起來。佢表示自己對12星座及塔羅牌嘅學問抱有濃厚興趣，睇咗相關資料多年，閒時喜歡觀察別人嘅性格、舉止等嚟印證各家見解，反而對中國傳統術數輕微索然，原因係感覺老派而沉悶。隨即確認道基同係水瓶座後，便追問我嘅血型以及我對星座嘅睇法及認識等問題。點知呢次我嘅回答卻先係讓佢一驚，但佢面上隨之而來透出嘅卻係莫名嘅興奮。原來水瓶座加上 AB 型嘅組合係被現時星座界品評為一隻極級怪咖嘅存在，而我就係其中一隻罕見嘅中年極級怪咖，所以便提起咗佢十足嘅興趣，成個聊天氛圍瞬間改變，亦都由此開啟咗我哋之後漫長嘅對話，互負愛債。道基喺中學時期曾經沉迷過星座學一段時間，嗰個星座小王子火紅嘅年代，香港掀起咗瘋狂嘅星座熱潮。過半數嘅同學都經常談論同星座有關嘅話題，好多都手執1、2本星座書回校同其他同好討論交流。咁係一個唔太可能有人會唔知道自己係咩星座嘅年代。但係我嚟唔切深入研究星座學，便開始接觸八字學啦，所以已經擱咗一旁超過20年，只係偶爾喺書局睇見台版嘅星座書籍，仍然種類繁多。相信星座學喺台灣仲係相當火熱嘅。道基嘅星座知識仍舊停留喺初始入門階段。依稀記得當年有買過專門講述上升星座、月亮星座嘅書籍，因此亦都大概知道有上升星座、月亮星座等各種星與宮嘅不同分佈與配合所形成嘅星座命盤。多年以後認識到紫微斗數，便令我再次回想起星座命盤，兩者喺我腦海嘅印象非常相似。各星分佈喺唔同嘅位置，各有各特性及其功能，但又會互為影響。太陽星座就好似紫微斗數嘅命宮，上升星座同月亮星座感覺就好似遷移宮及福德宮。我唔知道有冇人曾經提出同我相近嘅講法，以上嘅理解不過係出於我對星座學嘅有限認知，為免尊崇星座學嘅前輩或者後學誤會我喺貶低星座學。在此先重點聲明，道基由當初到而家都並唔係睇唔起星座學，而轉取八字及紫微斗數，只係由於我追求學問都起查究出處同發展過程。考慮到假如要深研星座學辨，必須要閱讀大量古英文書籍，礙於自身英文能力嘅不足，唔想出現無謂嘅錯誤解讀，於是先至無可奈何咁放棄嘅。雖然道基視紫微斗數為輔助八字學嘅利刃，但只係咪我從小學生便開始係聖鬥士星矢嘅粉絲，喺星座學同紫微斗數之間，我更傾情於星座學。星座命盤亦都擁有紫微斗數所缺少嘅優雅感。不過講到底，道基並唔太清楚星座命盤嘅實際操作技巧，鑒於腦能力嘅不足，喺有限嘅生命裏面，似乎再塞唔進更多嘅術數系統，今生嘅錯過也屬無可奈何也。感謝各讀者原文支持，以下係道基對12星座嘅生活感悟，當然只係開個小玩笑，切莫太過認真。牧羊座，勇敢嘅領頭羊，以及努力融入羊群嘅小羔羊。金牛座，以為自己金剛不壞，固若金湯，但正如聖鬥士星矢中金牛座聖鬥士阿魯迪巴一樣，最易受傷嘅部位卻喺最顯眼嘅牛角。雙子座，迷惑眾生，迷失自我。巨蟹座，硬殼蟹保護族裔，軟殼蟹被族裔保護。獅子座，紅豆豆嘅咆哮師，喵喵叫嘅小貓咪。處女座，正如聖鬥士星矢中最接近神嘅聖鬥士處女座沙加一樣，閉眼模式尚可溫柔近人，一切如常；開眼模式全方位咁提升各種指數，常人將難以理解。天秤座，按自己嘅標準操控稱子兩方嘅輕重，
自由調節支點應付萬物蒼生。天蠍座，刺痛別人，自己亦都受傷。射手座，有箭在手嘅尋找目標，無箭在手嘅尋找箭。摩羯座，或是低頭後蹬向前衝，或是抬頭前蹬向後退，左同右仿佛係生活嘅陪襯。水瓶座，有水嘅叫水瓶，倒出嘅係生命之源；冇水嘅只係氣體噴罐，噴出嘅可以係一氧化碳。雙魚座，明知不能冇水，卻奢望跳出水後做啲乜嘢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